由關可維同大家睇天氣。一股東北季候風補充朝早抵達本港，本港轉吹東風，不過能見度較低，下晝中環嘅能見度只有8公里。朝早各區最低氣温介乎13至18度，受到輻射冷卻影響，北潭涌嘅氣温只有10度，而日間各區氣温回升去到19至26度。轉睇下11點鐘氣温係18度，相對濕度61%。交俾 T 先生。預測大致天晴同乾燥，朝早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7度，新界再低2-3度，日間最高氣温大約22度，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。週末至到下個禮拜初，大致天晴同乾燥。跟進下南半球嘅天氣。南半球島國瓦努阿圖近日接連受到熱帶氣旋吹襲，熱帶氣旋朱迪日前橫掃全國。氣象局發出紅色警報，多處出現水浸同埋停電。目前朱迪已經慢慢遠離，不過今朝早中心風力仲係達到15級。另一方面啦，一個新嘅熱帶氣旋海文今朝早集結喺瓦努阿圖首都維拉港西北偏西600幾公里，預料海文將會增強並且向東南移動，再次接近瓦努阿圖。當局呼籲市民唔好鬆懈。跟住睇埋其他城市嘅天氣預測。廣州多雲，澳門天晴，廈門天晴，台北多雲。上海多雲，北京天晴，瀋陽天晴，首爾天晴，大阪多雲，東京天晴，曼谷明朗，吉隆坡落雨，新加坡驟雨，雅加達落雨，胡志明市明朗，馬尼拉明朗。墨爾本明朗，悉尼布里斯班驟雨，惠靈頓奧克蘭明朗，孟買天晴，新德里天晴，卡拉奇明朗，溫哥華雷暴，三藩市洛杉磯天晴，紐約落雨，多倫多落雪，芝加哥多雲，羅馬落雨，蘇黎世多雲，巴黎天晴，法蘭克福阿姆斯特丹明朗，倫敦天晴。天氣先講到呢度，各位晚安。